大家睇啲牛肉幾靚，呢個係三花子，呢個係慈仁肉，隔離嗰個呢就係吊龍肉。大家好，今日同大家試食呢一間呢喺大陸都非常之出名嘅潮發牛肉火鍋店。我哋比較推介大家呢試下呢個鮮牛丸，然之後呢有三花子、慈仁肉，最後呢同埋有呢個吊龍肉。喂，唔該唔該，試下先。呢個係吊龍肉，係咪啊？唔知有冇食？12秒鐘嘅吊龍肉，佢鴨屎香嘅檸檬茶，唔知有冇飲？三角石牛肉都 OK。認真大家啦，12秒過後都係咁樣嘅，仲係紅色嘅。唔知會唔會肚餓咧？應該唔會。出散開咗嚟101、102、103、104、105、106、107、108、109、110、111、112、3小時都 OK。呢個經過12秒洗禮嘅。你有冇食啊？雖然牛咧係可以生食，有我知，但係咧佢係一個咁通紅嘅狀態下，係有啲驚嗌咧。冇事嘅，最多屙嘅啫。幾爽喎！上咗個串燒啦，咁樣呢，聽聞呢間嘢嗰啲串燒呢係好好食嘅，有兩款，一款呢就係呢個胸口油，另一款呢就鮮牛肉串，即係呢一個。大家留意翻呢，佢一粒牛肉，跟住一粒肥肉，一粒牛肉，一粒肥肉咁樣去嘅喎。黐肥嘅朋友呢，就唔食得啦。嗌咩活在當下，證明好正，大家睇下佢個嘴，我食到成嘴都係啊！乜嘢？證明係好正。乜片先係精髓？條片咧就嚟到呢度啦，中意嘅朋友仔記得俾翻個 like 喎，另外可以訂閱埋我嘅 channel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